再过几日，我们怕是连这些都没得吃了。范将去东庄，为何还不回来呀？一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。那你说朝廷会不会也遇到了什么意外？最近每天都有人饿死，剩下那些人连抬他们的力气都没有。大军要是再不来，他们就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们？师兄，再坚持几天，大军一定会来。汉军校尉，汉军校尉，来者何人？吾乃左路离王之臣，前来与汉军谈判。若不退兵，无话可谈。左路离王对汉军校尉钦佩非常，特派小臣前来交谈。若汉军校尉愿意归顺我部，可获封白乌王，并与美女相赠。你先进来吧。司空如此笃定西域已失守，是有可靠的消息吗？恐怕早已全军覆没，消息未能送出。哈哈，这只是司空的猜测吧？陛下，当初是朝廷派他们去西域的，而如今他们身陷险境，是最需要朝廷的时候。若放棄他们，那些危害我大汉疆土之人会更加肆无忌惮，而那些以赤誠之心效忠朝廷的忠节之士，该有多心寒呐！以后边疆无事也就罢了，若战事再起，还有誰愿意为我大汉挺身而出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们要降，我不拦你们；若不降，就跟着我再谈一仗。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对，我们不怕。跟他们拼了！对，我们不怕。我们连死都不怕，还要什么封赏？来呀！汉军誓死不降！